风水。啊，谢谢你，小姐姐，你是个好人呐。有什么好的呀？要真是好人，我面试会不通过吗？哎，这种小公司没给你录取是他们的损失，你要面就面这种大公司啊，他们最近招人。这个周氏集团吧，那我肯定不想。你怕啥？反正人都出来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万一面试了呢？反正面试又不收费。说的好像也对，那我去试试看。走了。不，哎，过来过来过来。王总，通知一下上面的小秦啊，刚才有个姑娘上去面试，通过一下。是。哎，小姐姐顺利吗？查的，这是周氏集团的人，跟你这个破乞丐不是一路人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？赶紧跟老娘滚！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哎，不是，都要你我去。开会。